Hello， 大家好，灣區接細住 AD， 今期咧嚟到珠海嘅十字門呢度睇一個11蚊1平方嘅公寓單位。而家我哋所在位置咧已經喺呢度樓下啦。你可以見到咧十字門站呢一條城軌地鐵去到長隆嘅，去到機場。其實咧就我哋未來珠海嘅一條地鐵線路，佢而家按照翻地鐵嘅模式去起建，但係受限於我哋珠海人口唔夠嘅原因，而家暫時就只可以做高鐵運營啦。20分鐘有一班車，一日落嚟大概有20班車左右啦。你可以去到長隆，去到珠海嘅機場站。而家可以見到咧，周邊商業群體係非常之密集嘅。對面嘅係中海嘅環宇天下一啲商業同埋酒店，再隔離少少咧就去到會展中心啦、珠海中心啦，同埋我哋珠海十字門嘅大劇院。再過到嚟呢度最出名嘅華發商都1、2、3期。再翻到我哋呢度咧，就係時代保利、中環廣場3個片區，佢各種嘅商業模式係唔相同。華發商都係作為一啲購物商場、行街嘅一個地方。咁中海咧係一個開放式嘅商業街區啦。咁似時代保利、中環廣場咧，佢係比較貼近生活多啲嘅，更加多嘅食店同埋宵夜檔、水果店、藥店、士多鋪呢啲係我哋生活必須所要嘅一啲嘢，就集中晒喺時代保利中環廣場呢度。而家我哋所睇咧就樓上公寓，周邊嘅價錢去到18,000蚊、19,000蚊，甚至乎去到2萬蚊一個平方嘅單位。呢度咧11蚊1平方，我哋事不宜遲，直接上樓去睇睇先。而家可以見到咧，我哋上到嚟樓上18樓嘅單位，其實可能喺個片入邊睇咧就唔係咁清晰嘅。如果正我哋人行到嚟呢度望出去咧，個澳門塔就好清晰喺到我哋面前，可以睇得到。咁而家呢個單位咧，18樓嘅19號單位就未有出售嘅，係一個無坯交付嘅狀態。咁你可以見到啦，個成個空間嚟講係夠細闊落啦，你可以中間隔棟牆或者棟門，你變成一房一廳嘅設計，或者你中意嘅情況下咧，其實就開放式都冇問題，擺梳化、擺床、擺茶幾、電視，所有嘢喺度。你可以見到我哋出邊呢個位置咧，就係入門，即係入門嘅左手邊就係一個洗手間位置，沖涼房位置喺呢邊，咁我會可以做成咁樣嘅。OK， 右手邊咧就係廚房位置啦。咁當然我哋呢啲公寓咧係冇燃氣入門嘅，係有電磁爐去煮飯。咁當然好多而家現時嘅後生仔咧就唔煮飯㗎啦，多數叫外賣啦，喺出邊食完先翻嚟，可能喺廚房嘅用處咧就唔係真正特別大。當然你需要有個廚房喺度，真正我煮個麵、淥個麵食嗰陣時都需要嘅。而家呢個地方咧就係成個十字門新城市中心嘅一個中心位置嚟嘅，你周邊嘅租價係已經可以去到2800到3000蚊而且我哋買呢個單位嘅單價咧，只需要出去到70幾萬、80萬都唔到。如果你需要裝修交付咧，就多2000蚊1平方，即係多12萬左右。咁睇你自己嘅需求包括埋呢個係長租嘅價錢啦，3000蚊左右嘅一個回報收益。如果你係選擇翻我想做酒店之類咧，更加收益更加高，當然需要你運營得比較好，因為周邊咧已經有好多酒店啦，咩上東酒店代爾曼同埋對面嘅瑞吉喜來登呢個位置，即係去到成個珠海周邊去旅遊嘅地方都比較方便，係中心位置啊嘛珠海係一個旅遊城市，特別多人嚟呢度玩。咁居住選擇嘅情況，我需要食嘢方便、交通方便，而且租價唔會特別高得太誇張。可能我1000、2000一晚，我可能住唔起，咁我300、500嗰啲我得啦啩，去咗一個城市旅遊，係咪先？呢度就係佢2種投資收益嘅方式，睇你點樣去做選擇。咁如果你想要啲低價、高性價比、高回報嘅單位咧，呢個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咁你可以睇法啦，有景觀、有配套，同埋係地鐵上蓋嘅一個物業，喺個升值、保值方面咧都比較強嘅。咁而家呢個單位就同大家介紹完。
仲有啲再細少少咧，就63平方左右，咁睇你自己想要邊一隻。如果你有興趣呢個單位，想要更加多詳細嘅資料，或者你想直接實地嚟睇樓嘅，你可以隨時聯繫我呢度嘅聯絡方式，掃碼問我攞詳細資料，或者直接打電話俾我都冇問題，24小時為你服務。多謝大家。